啱聲，其實我都未講嘢嚟，點知我喺度講咩呢？今日感覺的確唔錯，因為已經星期二，我仲有3日就可以經過。冇錯，我哋經過咗地獄，來回有節班。如果你喺谷底，應該點樣做？你應該繼續前行。冇錯，我需要注意我嘅言行，因為喺醫院做嘢，佢哋喺個框架咗，乜嘢先至係真正嘅專業？佢哋話你咁樣，我小心將個 patient 跌。的確係嘅，我哋注意 safety。幾次我都好似冇在意我嘅措辭。佢哋話我又想做次，我唔係想做次嘅，只係不過呢個熱誠工作好似的確揾唔到我。問咗3個導遊，唔係導遊係工人。一個話我喺度砌緊一埲磚，我喺度砌緊一埲牆，我喺度起緊教堂。當然你知道，當你擁有使命感嘅時候，先至可以堅持。我都知道才華嚟自天賜，天賜我唔知係邊一次啦。講真啊，天賜咗我少少嘅天賦，但我冇把握好。而家喺度掙扎喺泥濘啊！請你繼續前行，你經歷緊地獄，請你要繼續前行。我請你注意你嘅言行舉止，仲有你話，只不過係紙醉金迷嘅生活，不過如此，不過如此。我希望環保唔食魚翅，但係有錢人嘅生活，你點會估到7成、1成定係1成需要去照顧9成嘅需要？當然係9成，我哋照顧咗1成嘅需要，但係1成會提供9成嘅需求。唉，唔撚知啊！屌，其實已經想停㗎啦，就咁啦。